本人嘅議程前發言嘅題目係完善控酒機制，規範新型銷售。預防及控制未成年人飲用酒精飲料制度生效已經超過1年，當局喺立法會前後開展大量嘅宣傳及普法工作，並喺生效後首年巡查超過23萬次各類場所，當中錄得12宗向未成年人提供酒精飲料嘅個案，另有各種違規嘅情況，分別涉及分區不清、標示不足、未貼警語等。1年嚟，當局喺宣教同埋巡查執法工作上不斷努力，確保咗澳門未成年人嘅健康。近日有學校反映，發現學生喺日間進入24小時無人自助超市，自行購買含酒精飲品飲用，再回校才被揭發，事件令人關注。未成年人違規固然有錯，但問題亦暴露咗無人自助商店喺營運制度上嘅監管漏洞。現時嘅法例雖然已經禁止向未成年人賣酒，亦會要求場所清晰標明禁售標誌同埋劃分酒精區域，但係對於無人值守、無身份識別機制嘅情況，執行實際時會存在明顯嘅不足，難以防止青少年接觸酒精。與此同時，網上及自助販賣等模式日趨普及，對於相關流程指引仍未完善，缺乏針對性嘅執法細節，亦應及早完善。因應控酒政策推行一段時間後，應結合實際情況，從規範場所、技術輔助同主體責任3方面同步推進預防未成年人飲用酒精嘅工作。在此，本人有以下建議：一、建議針對網上或者24小時自助販賣場所，強化營運者嘅法定責任，亦建議喺門市嘅販賣櫃中加強年齡身份嘅核實，例如喺酒精飲品櫃設置智能鎖，並在電子支付系統上設置限制，使未成年人帳號無法消費。又或者喺過資法許可嘅情況底下，未完成驗證者不得取用，以確保未成年人無法透過自助途徑接觸酒精飲品。2、建議當局以校園周邊為重點，增加協作巡查力度，加強規管違規營運行為。同時，應制定專門針對無人販賣及智能零售場所嘅執法細則，並視情況研究適時檢討相關法例，以明確新型販賣形式下嘅控酒義務同埋違規後果，建立與時並進嘅法制同埋機制。未成年人係社會嘅未來，佢哋嘅成長需要全社會去守護。控酒工作亦應該隨住經營模式嘅轉變與時並進，並藉住宣教、科技、制度3個方面共築防線，時刻完善監管機制，為未成年人建立一個健康嘅保護網。